做咩好咧？一係去飲下午茶啦，跟住就行下街，咁就係一日嘅生活噶啦。哈哈哈！嚟到馬來西亞係下午茶時間3:03，因為呢度食嘢又抵又好食喎。我嘅 this me no sir 咯，我自己人。我喺度咧，自己過嚟攞嘢先啦。好啦，我啱啱嗌咗啲乜嘢咧？嗱，自己攞嚟咗啲乜嘢咧？咁啊，教下大家先。呢度最出名嘅係拉茶，拉茶嘅馬拉話係咩咧？我扮下嘢啦，叫做爹咖喱布拉曼尼，因為我哋最中意嘅係甜甜嘅。跟住咧，仲有食呢個牛油咖椰，牛油加咖椰嘅不出多士啊！睇下先，咁樣嘅。咁我先多士啦。咁跟住我嗌咗一個半生熟蛋啊！蛋係乜嘢咧？馬拉文叫做loh。咁我可以下次就嚟馬來西亞試下表演下，發揮下睇下佢明唔明啦。應該到我去攞嘢啦。好啦，齊晒啊！呢個就攞嚟咗啦，即係半生熟蛋啊，要加啲胡椒粉啊，豉油落去食嘅，或者你中意咁食咧，就生少少味咯。不過啲雞蛋咧係好新鮮嘅呢一度。點解我中意入呢一個咧？係要拉咗佢有泡先喎，因為我頭先擺咗1-2分鐘，所以咧啲泡已經慢慢沉咗啦。佢同香港嘅奶茶唔同咧，就係香港嘅奶茶嘅茶味比較重啲，佢呢度嘅咧係奶味比較重啲嘅。咁記得要少甜啦，一定，因為呢一度馬來西亞嘅嘢一般都好甜嘅，你唔要少甜。嚟到馬拉嘅一定要食呢一個半生熟蛋，因為呢度啲雞咧都係好冇驚你嗰啲有機咁打針啦，好天然啦，同埋呢度嘅地方非常環境好，所以呢度出產嘅半生熟蛋咧都同我哋嘅香港啊廣東產嘅蛋係完全唔一樣咯。同埋朝頭早食蛋咧，對皮膚好嘅喎，即係每一日朝頭早食2隻蛋，非常之好嘅。我建議大家可以嚟試下。你知唔知道呢份嘢幾多錢啊？同大家分享下先。呢個係7個4馬幣嘅個下午茶，係咪好抵咧？好搞笑，想落雨，但係咧我乜遮都冇帶咯，因為唔驚。點解咧？因為呢一個翻住嘅地方實在太近啦，連機場去市區都係講緊10分鐘㗎咋，同埋咧 call Grab 又好鬼方便喎。仲有咧最好係咩咧？拖鞋上陣，個個都衣衫唔單薄嘅，唔使驚，落雨都唔使驚。